另外，这方面要来关心有媒体报道消息，讲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本来想要甲推荐总统参选这个名额让予郭文德，结果郭文德伫咧8月强强组织政党，破坏双方合作的想法，嘛，互宋楚瑜真无欢喜，想要辞掉台北市投稿市政顾问的职位。另外，媒体董事长蔡英明和郭文德继续伫咧对下，针对相关的议题，郭文德下早嘛有详细的回应。对啊，这本来这个1年有2季那个叫什么？国商嘛，对不对？那个要，我是有时间就会来的。那你现在军人的制度，你觉得 OK 吗？还有什么特别想要跟执政者说的？当然，军人还是国家的命脉，它是个很特殊的团体的，所以其实最重要还是给军人应有的尊敬的，因为这是很特别的职业的，坦白讲。这样你要不要帮我们讲一下韩国瑜好不好？韩国瑜说换瑜啊，就是国民党脑袋进水。你对这句话有什么想法吗？国民党常常脑袋进水啊，这也不是。那你觉得他们会再进一次水吗？哇，谁晓得？我老实讲，我跟你讲，我对两党的初选都觉得，这在以后真的，现在没办法去换什么的。如果事过境迁，还是再去做个检讨，因为这种全民调哈，会出，而且台湾在2极对立，变成常常是对方阵营进来灌水嘛，所以那个得票数，你知道哈，就太夸张了，所以我要讲那个，不管是民进党这边、国民党那边，你知道，那我常说，我开玩笑说，韩国瑜是民进党提名的，就是说那个明显是大量灌水造成的嘛。那这个就是，当然这个初选制度3心动了，有什么地方不太对劲呢？只是说现在都已经走到这里，要检讨也来不及。也许这一次过后，双方这2个主要政党还要对这种总统初选的这种方式还要再想一下，因为这结果是很荒谬，就对了。那你在跟宋主席的关系怎么样？现在宋楚瑜是不是有一些不满？就是你没有啦，这个都报纸讲的，我不晓得。那我找时间去拜访他一下。那你组长，你张秀文有说宋主席本来又想要让你接班，但是因为看到你阻挡，所以就只能祝福你。他本来想找你接班的。因为我只有在今年刚过完年跟他见过一次面了，后来就很久没有见面了，所以有时候应该有一些政坛前辈有空要多多去跟他们讲一下话。那你组党之前有跟他打一声招呼吗？没有啦，我跟你讲，不讲话，我们那组党在吃便当的时候，以后再写一篇那个创党乌龙记嘛。因为他对你组党好像相当不满哦，他说他原本要辞去他原本要辞去市府顾问的一职，你是组党有到他？这倒不会的，我跟你讲，其实我跟你讲，他们这些比较有年纪的人哦，其实他们不管年轻怎样，你知道，到了这个年龄哦，我发现不管是王金平或者是宋楚瑜，他们到了一定年纪，你知道哈，不管年轻的时候，也许在这种权力的圈子里面，可是到那个年龄都会比较，感觉上都豁达很多，比较没有那好像很积极于名利那种感觉，就感觉不出来，都比较豁达。破局吗？白局合作破局吗？也没有什么破局啊。关系有生变吗？不会的，还好。有成局过吗？有成局过，就还没有谈过嘛。好了。卓荣泰反呛你说你比较可怕，然后说乱讲不是专利。他还质问你爬照的经费哪里来？哦，这换新好了，我们这个叫寄生虫战术，你知道？我发现我们只要出那个高铁票，其他我们到哪个地方，有时候不好意思，吃饭都是人家请的嘛。这个。那民进党没有编所谓的总统预算，就县市那边，你是怎么看到？为什么觉得很苦？哇，他说他没有编总统选举，县市的竞选。因为你那天讲的时候不是啊，我讲哦，这民进党说没有编总统大选县市的预算，真的，他这样讲，确定 ？Are you sure？ 他脸书发文，我劝他赶快撤掉啊！这个。那你是看到什么？你是从哪边看到？这个涉及国家机密，不要告诉你。所以确实你有看到他们有编一些预算，是不是？不是的，你想，我当然是这样的，我不要跟你讲细节了，但是有时候在讲话要用常识。民进党总统大选没有变县市的预算，这你相信吗？好，来下一个。那你今天你和郭台铭啊，一南一北是分进合击，还是说2个人这个合作的关系有不一样？什么一南一北？今天郭台铭在嘉义，你们一南一北军人景。这个，因为本来93的时候好像有说可能会有动作。啊，有的，我看常常你们在替我写计划，我都搞不清楚啊，奇怪，这个本来就没
没有什么93军人节要怎样这样。上蔡衍明说，就是他在你的头，就是你在他的头上放屎拉尿，这句话没有啦，一些人哦，粗人你知道，讲话就粗鲁，你知道。我知道他人不是坏人啊，可是哦。我也没有怀疑说他是不爱台湾，但是他爱台湾的话，我们听完就真的是3条线了，我懂。但他说他之前双城论坛的时候，有希望你可以讲说台湾人就是中国人，但是你好像不太愿意。我不是这个我解释过了啊，这是这样的哦，中国人这是这样的哦。如果你是指文化上的，那这个我们也没有否认啊。我觉得是这样的哦，就是我们在拜关公、拜妈祖啊，哈，跟那个拜玛丽啊，感觉还是不一样嘛。所以文化上的中国华人世界这种概念 OK， 经济上大家可以讨论。你说如果你那个中国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，在现阶段面闹可能了，这都不可能嘛。所以我说他那个有时候他就是这样，台湾人就是中国人，我听我只是我也没有当面去跟他反驳，听一听。只是听完赶快跑掉，就这样而已。你想问一下内阁你最快年底要？他说2岸一家亲这句话，2岸一家亲这句话，蔡衍明说也是他建议你讲的，然后你也同意。我跟你讲，2岸一家亲其实是这样的，我们只是挑一挑这个对面习大大讲过哪些话，是吧？那挑一句我们可以接受的，你知道吗？作为当时的一个交往，特别是在4大运的时候，你总要。坦白讲哦，那这一句话会比较明显拿出来讲，是4大运嘛。我们那个为了4大运，我们先去办双城嘛，而且希望说大陆不要对4大运有什么抵制嘛。我们也不可能说你不讲错，不讲嘛，然后再叫人家帮忙你，不可能啊！所以有时候还是要务实的处理2岸的问题嘛，也不要让人家太阳底下待在那里。你最快年底要断水断电，内湖5期是最快年底要断水断电，是不是？内湖5期是这样的哦，我今天早上在开市政会才跟他们讲，绝对不要再留子孙了。不管大湾北段，你看我们处理大湾北段花了快3年的时间，那这内湖5期还有476户，我相信应该不止了。就很奇怪，怎么会让违反土地分区使用管制的房子几百户、几千户当然是这样的哦。骂也没有用，还是要面对事实的，所以我还是会把它解决掉的。只是说做的过程当中没有办法让每个人都满意嘛，但是他还是想办法把它合法化。好 ，OK， 谢谢。